正这的事话讲，对，我紧紧到，阿免。主耶稣啊，你着来，请咱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67首，世间万有为正迄时，请起立。徛地，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天地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即成，日月日亲像天日。愿时时平安互我，
煞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马亚之死，伫温柔的刀刃内受苦，定是第四摆上得福。第三日对圣中国我上天，他是全能的上帝的大言，伊要对咱过来生活，活到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共同的教会，圣和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用，咱三甲来读启用文41篇，记载伫圣诗后面1073面，也就是以赛亚书第9章。我来读。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想看死人的人，有光在照伊。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亲像在收割的欢喜，亲像在分献礼品的快乐，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你有打碎因的回答，讲断因肩头的棍，压制压迫者的言语，侵略者的军鞋，过着血的军服。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伊要背，伊要负担国政，贤明的导师，永在的天父，伊的主权无强，伊要坐大笔的宝座，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这是咱下头来祈祷。现在，全能的大主宰，天顶地下拢充满你的荣光，荣光归伫你，就是至悬的主。主啊，你是真理的源头，是光明中的光。你拍开阮的心门，互阮看万米到真明。主啊，阮要感谢你，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拢有你的同在，搁得到你稳定的保护。主啊，求你赦免阮有意还是无意中所犯的罪，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擦拭阮的过失。主啊，求你施阮祝福伫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敬拜你的时欢喜，学乐你的时快乐。主啊，求你赏赐阮智慧，互阮听牧师讲道的时，通受圣神伫阮心内激励。主啊，阮要为着仰望你的人，甲礼拜中学乐你性命的人祈祷，无论因敬拜的方式怎样，求主用听来接纳因谦卑的求讨甲学乐，佮赏赐因永远的活命。今仔日是大港节期第1个主日，全教会拢欢喜要迎接救主耶稣的降生。教会中各团契有济庆祝活动在准备，求主赐阮能力、气力、勇气、疼心甲智慧，伫每一项事工中，阮的服侍中，拢有你的同在甲保守，也得到你的活力，搁通荣耀你的名。主啊，阮也要为着教会中年老的长辈、身体衰烂的人，恳求主亲自安慰、医治甲看顾。阮也要为着出外的人，是工作，或是当兵，或是求学，恳求主每时每刻拢甲因同在。
我也要为着台湾即块土地百姓祈祷，恳求上帝亲自掌权，使阮平安过日。愿阮所有的求祷，求上帝欢喜接纳。阮安尼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赞美，请圣歌队，因要吟祈求以马内利。
感谢圣歌队带阮来敬拜。这是咱来掀开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到的荣光。搁一位是伫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8节。我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也无搁有。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已经被万变，亲像新娘装塔来听候伊的丈夫。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搁要甲因的目睭拭去拢总的目屎，无搁有死实，也无搁有哀伤、嚎叫、痛疼。前的代志已经过去。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万美。搁讲，你着写伊，因为这的话是通信，是真实。搁甲我讲，已经成啦。我就是阿里法、欧米伽，是起头的，是落尾的。我要对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喙焦的人啉。得胜的人要承接这个，我要做伊的上帝，伊要做我的囝。若是遐个小胆的，毋信的、可恶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甲拢总白贼的人，因的份额是伫迄个用火甲硫磺得烧的湖。即个就是第2摆的死。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讲道请张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新世界。同心做来祈祷。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上帝，你讲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你是起头，一切时间甲空间对你来开始。阮的活命嘛是对你想事来开始。阮伫世间肉体每一天的日子，总是你嘛是欧米伽，你是最后结束终末的主宰。主，阮伫即个中间咧经验，上帝你立你一切，你是历史的主宰，你是时间甲空间的主。阮伫每一天的日子的中间，伫阮的时代咧经验真侪代志。也阮家己本身的人生也拄着真侪无共款的境遇，主，阮有时会对即个世界感觉真无盼望。特别，阮看见乌俄战争已经超过1000天，阮看见以巴的冲突，嘛已经有遐尼侪人丧失因的性命。主，即个世界将来会演变做甚物款？搁阮家己本身，阮的人生会拄着甚物款的艰难困苦？亲像圣歌对所言的，恳求上帝，不管头前的境遇甚物款，以马内利，请你来。上帝，请你甲阮同在，伫欢喜，伫忧伤，伫嚎叫，伫死实。你要换新万物，你要互阮看见迄个新世界、新天新地的快乐。伫迄中间，你要掌权，你要做主。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今仔日阮伫即个所在，大港节第1主日，阮所咧期待，毋是咧伫12月25遐个庆祝遐个欢乐，是遐个伫圣诞节所带来外在气氛。阮咧听候的是以马内利，阮咧听候的是耶稣基督，你伫阮的生命中做主。
互阮通过你，有一天阮进入伫新的世界，伫新的天，伫新的地。主求你通过人有限对你真理奥妙的了解，真有限无完全的传达。上帝，你的话语，你对阮每一人生命的旨意，你真理的奥妙，伫真理的灵性性的帮助下面，通过今日敬拜，互阮知影以马内利对阮的意义。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真早以前，伫教会就开始有叫做圣诞节期 （Advent）， 这个伫拉丁文的意思就是讲已经咧进来，已经进前伫要到位啊，接近中所以伫教会的传统内底圣诞节前的4个礼拜日大降节的4个主日，拢有一个主题。今日咱点到一个期待，一个愿望的这个大节，5号，上帝你已经通过耶稣基督道真侪人的款式，渐渐咧接近，我们迎接伊，我充满了期待。后礼拜咱要点到信心，用咱的信心要来接受上帝这个恩典的礼物。第三个礼主日是粉红仔色的。是代表喜乐，愈来愈瓦近愈来愈接近阮心内来充满了欢喜来听候最后第4个礼拜是听，上帝的听是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来赏赐予咱。一般是到圣诞节12月25迄天，咱才有点到白色，代表世界光，就是上主要这个主角。耶稣基督已经诞生，带来这愿望甲光明。所以咱为这个时阵开始，咱会通看见规个社会拢充满了圣诞气氛，就是唔信的人，因嘛咧庆祝这个圣诞节。咱逐所在看百货公司用灯海啦，用欢乐耶诞城啦，等等，因咧庆祝一个节期，总是因无了解圣诞。耶稣基督降临以马内利迄个意义，这是咱基督徒需要深刻来期待、来反省的时间。咱无互外在这商业这个物质这个社会所带来歪带去享受迄个气氛，却无掌握到迄个圣诞的意义。拜是感恩节，为拜5开始，美国上大的这个购物季节Black Friday 喜有就足侪人伫遐来买这个礼物。你大概最近去到真侪所在，嘛会听到咱真熟的圣诞歌。我想讲一个笑话是拄好看到的有一个小明，伊也讲美国圣诞歌真无意思，像乌人金锅杯、整个乌人会安尼用金锅杯变做整个杯整个乌人会。伊讲咱定咧唱迄冬天咧唱的踏雪寻梅较好听，因为咱的踏雪寻梅讲雪旗天晴朗，腊梅处处香这个是靠艺术与期待。这个当然是一个笑话啦我想主要要甲咱大家带到一个主要主题，大降节你咧听候什么？咱到这个时阵，我知教会真无用，团结咧准备活动啦，这个总是确实咱的心内是咧期待是什么？今年圣诞节对我来讲有一个真特别的感受，我唔知你会有去感受到这项无8年前的12月初人，美国选举选了无偌久8年前选举无偌久了后，川普接蔡英文的电话这当然对台湾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这个鼓励啦伊迄阵还未上任，总是伊接到伊上任了伫7年前的圣诞节。12月初6，伊
一个大降节啦吼，互世界一个真大的惊喜，毋是惊喜，震惊啦吼，震惊，因为伊宣布美国要成立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然后伊将美国大使馆刷去耶路撒冷。咱知影7年前即个代志引起中东足侪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真剧烈的抗争反对，甚至真侪欧美国家嘛表示反对。总是迄个时阵反对，竟然无发生战争，这个也是一个，即马想起来嘛是真奇妙的代志。7年后，咱今日看见以色列耶路撒冷也伫战争的中间三面开战，对黎巴嫩、对哈马斯以及甲伊朗。这两天咱看，伊甲黎巴嫩有签订停火协议，不过好像也阁有一寡问题。我的意思是讲，今年的圣诞节，大家敢若咧听候1月20了后，川普会带予世界什么款的震撼？我想毋是敢若政治，嘛包括经济。咱即马大家拢惊讲，伊要扣关税啦，伊要赶出非法移民啦，伊要单边主义啦，伊要保护主义。所以有时即马你看政论节目，差不多拢咧讨论川普2.0到底会互整个世界发生什么款？这以前毋捌有即种的感受到。所以咱会通看见，随上徛伫台湾的立场，咱疫情了后，台湾伫世界能见度愈来愈悬。特别咱伫2礼拜前迄个棒球得到冠军，互咱非常的欢喜，互咱非常的感觉讲站上世界舞台，总是这个动作，互咱感觉真遗憾嘛。这个动作为什么无共鸣伫迄个中间？这个是咱非常大的遗憾。咱看见伊川普2.0了后，伊敢真正照伊夸口讲，几工内底要解决乌俄战争，伊要解决以巴战争。大家拢咧看你咧竞选的时阵拢分家规讲甲遐尔有把握。伊真正有法度通重整世界的秩序无？因为咱看见这7年来这个代志发生，有时会感觉讲，大家在等1月20号，大家咧感觉这个世界上重要的这位这个领导者，真正是毋是会带来和平，还是造成更大的混乱？世界秩序、地缘政治是毋是会重组？所以，迄个期待啦，迄个期待甲2000年前犹太人对以马内利来年的期待同款。阮互波斯，阮互巴比伦灭亡了后，什么时阵大必的子孙要承接迄个弥赛的来临？基督以马内利会通过一届来讨帮阮，互阮的人脱离这异族的，互阮的国家搁一届的共识。以马内利实际上是2个希伯来文的合作会，一个是上帝，一个是甲咱同在。所以以赛亚伫即个耶稣诞生前600-700年，伊就预言讲，上帝要互恁一个预兆，有一个在色女要生囝，怀孕生囝，伊的名，莫讲伊的名，伊的绰号，伊的代表意义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意思就是上帝会甲咱三合一个，一个婴上帝要正做人的款式，来到咱中间，来甲咱三合一个。所以马太1章天使搁一届报好消息的时阵，嘛搁一届讲，你就叫伊的名，伊要代表上帝同在的意义，以马内利。所以今仔日为什么他阵圣歌对爱唱，请来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事实上已经来到。以赛亚预言伫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阵，伊已经真侪人伫在色女玛利亚来出世，已经甲咱实现啦。总是到今仔日，咱事实上也搁在期待以马内利第2摆的再临。咱咧期待
以马内利搁一届来甲咱三甲一个。所以今仔日的启示录甲咱讲，上帝的掌摸，上帝的要徛起伫咱中间，伊要甲咱三甲一个，伊要掌管，伊要直接掌权来做万王的王，掌管伫即个世界，伊要做伊的百姓，伊要亲身甲因三甲一个。所以事实上，耶稣来临分做两届，第一遍的来临已经成就，第二遍的来临就是启示录讲的，要有一个新的天、新的地、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降临。今日咱所咧期待，就是这个以马内利第二摆的再临。所以神学上有一句话叫 already but not yet。伊的意思，伫中间咧讲 ，We are already in the kingdom。上帝国已经部分临到 ，but we do not yet see it in the glory。咱要无能看见上帝完全的掌管，完全的这个实现，拍倒世间一切的罪恶，消除一切死亡，无够哀伤、嚎叫、痛痛，这些拢无。所以，咱对以马内利了解是，上帝国2000年前，咱咧庆祝是伊第一遍的再临，伊的应允已经应验，总是却也未完全实现。咱拄伫咧 in between 迄个中间。所以今仔咱咧讲耶路撒冷，实际上也是旧的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毋是一个 location， 毋是一个所在。是一个上帝掌管的阳光要伫遐显现的代表，这是一个真特别的城市。咱知影伊是伫犹太人来讲，这敢是上帝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个宗教的圣地。实际上啦，有机会真鼓励，即摆还搁咧战争中，可能大家较惊。后摆你若有机会要去出国旅游，毋茫你甲以色列当做一个你。West 的迄个 list 观点，虽上无大啦，伊超台北市的一半，人口嘛无到台北市的一半。中间大部分拢是犹太人大，64%是犹太教，32%基督徒真少2%。迄个中间上重要的是一个旧城，迄个所在照宗教因小可分规，这个图毋是真清楚，总是。现在耶路撒冷这个回教的圣地，迄个金顶寺是原来耶路撒冷圣殿起的所在，这个是旧城的所在。这个毋是真清楚，毋过咱大概小知影，这个橄榄山，这个是克西马尼园伫遮，耶稣伫遮祈祷了入去内底伫这旧城的所在受定伫各国他。耶路撒冷。实际上，伊的名称为倒位来有两个讲法。希伯来话一个是讲是以善另外些沙龙就是和平两字合成。所以我个人可能较赞成第二个讲法，是将耶路撒冷这个名是两个城市名的结合。因为耶布斯这个本来是徛起伫耶路撒冷地区的一个民族的名。沙能就是和平的意思，所以本来犹太人、希伯来人也未入来以前，是耶布斯人住伫迄个所在，是迦南人住。伊甲迄个名、迄个所在号做耶路，然后沙能是即个大祭司麦基洗德，伫即个创世纪14章内底，即个祭司第一个祭司是住伫沙能的地方。所以，敢若是两个地名甲合起来，这个耶路撒冷。我想伊的历史，咱伫历史中真清楚。诚侪犹太人的首都是大卫的时代，主前1000年，大卫占领这个所在，甲耶布斯人赶出去，伫迄个所在做伊的首都，所以嘛叫做大卫的城。大卫占领这个所在，伊要甲
当做迄个约柜，抑搁带伫布边内底，毋望会通伫耶路撒冷替约柜起一个圣殿，总是上帝无容允，因为代表是一个剑士伊的一生的中间，伊的剑擘着真侪血，所以无容允伊所以代表敢若会通为着所罗门来准备真侪建圣殿的这材料。直到主前970年，大卫过身了后，将王位传予伊的囝所罗门。所罗门开始起圣殿，伊上为4年了后，用10年的时间，所以咱叫做第一圣殿的时期。为970年到圣殿互巴比伦灭亡，这第一圣殿差不多400年久，成做一个宗教的中心。咱知影历史的所罗门虽然起圣殿起好，也真强盛。总是所罗门一死了后，国家就分裂啦，变做北国以色列甲南国犹大。北国伊定都伫撒玛利亚，这也是将来是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无讲真会好的所在。伫主前722年，这个北国以色列和这个亚述来灭亡，南国犹大犹原伊的王位。继承是较毋是斗争，毋是推翻，拢是即个代表的后裔所罗门的后裔来统治。耶路撒冷犹原是因主要的首都。总是到伫主前590年左右，然后到580几，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开始往南侵占，直到巴比伦的一个将军叫做尼布撒拉旦，伊攻破耶路撒冷，用火烧上帝殿，甲遐个王宫。即个在以色列历史上悲惨，轰掠去巴比伦的即个历史，我想咱大家拢知影这个代志，真侪人受掠，包括国王拢受掠去到巴比伦。后来的变化就是，巴比伦真紧到波斯帝国来甲伊取代。波斯的王即个居鲁士，咱的圣经甲伊发译做古列王，伊较大方，伊感觉这犹太人甲伊掠伫巴比伦所在无啥物意思，所以互这犹太人甲伊选择，轰掠70年了后，如果你若愿意，你会通倒转去你的故乡，去到这个迦南地，去重建恁的家园，去重建恁的圣殿。所以咱会通知影，对主前536年开始，就开始分做3批。倒转去，真侪只犹太人倒转去到耶路撒冷。因倒转去了，伫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因的鼓励开始，因转去就开始讲圣殿是上重要，咱爱开始重建圣殿。所以第二圣殿伫迄个时阵开始。后来咱看见尼希米伫主前400几年倒转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如果你要知影这历史，伫历代列王拢有记载，先知以斯拉、尼希米、哈该、撒加利亚，拢是咧讲第二圣殿的重建。这是第二圣殿，这是第二圣殿起好了后，伫主前500几年，到伫主后70年，第二圣殿也被毁坏。这中间超500-600年的中间，世界局势一直咧变化波斯甲巴比伦拍倒，然后波斯和希腊、罗马来拍倒，所以这个耶路撒冷拢变做这个帝国其中的一个首府。咱知伫亚述时代，就是罗马咧统治，罗马离耶路撒冷真远，伫迦南地真远，所以因用恁犹太人去管犹太人的方式，伊创立希律的家族来做分封王。这个希律的家族，伊是血统是一半犹太人啦吼，一半犹太人。这犹太人对希律无啥欣赏。希律为着要笼络这伊所统治的这犹太人，所以伊大用真侪金钱精神来重建圣殿。希律是一个真残忍的，如果你若看历史，伊杀死家己的囝，杀死家己的某，
甚至主耶稣出世的时阵，听见伯利恒出世一个要做君王的，是伊下令将2岁以下伯利恒的查甫婴拢杀。这个就是大希律。总是伊是一个建筑的天才。你今日去到遐，伊咧做迄水道，也是足多。你若去以色列参观，真多是大希律起的，包括圣殿。主要说，迄阵看到的圣殿，就是大希律已经用真多精神伫要完成的一个圣殿。所以你伫马可13章第1节，耶稣即摆去到圣殿敬拜，出圣殿的时阵，一个学生甲伊讲：“先生，你看，这么样的壮观即块石，即号厝体是遮尔水，遮尔好。”我会记得我去大阪城的时阵，迄导游讲：“哦，你看即块石头，伊咧城堡，这石头毋知影哪运来遮，毋知影哪。”我想共款迄种的心理。第一学生甲主要所讲，这圣殿遮尔水，遮尔富丽堂皇，伊看到的就是这第2圣殿。所以耶稣迄个时阵，就讲一个预言，第30-40年了后就应验啦。伊讲：“你看这个大厝，你看遮尔水的一个圣殿。”无偌久，伫遮要有无一块石头伫石的顶面，整个会被毁坏掉，整个石头都被铲平，规个圣殿也无车落去。所以果然伫之后70年，泰提斯这个罗马后来讲做罗马的皇帝提多将军来攻破耶路撒冷，甲所有城墙，甲所有这圣殿的物件拢甲拆了，甲剩一个墙基，就咱今仔日讲因苦墙，抑阁一个苦墙，对着伫历史馆顶诚做因一个是真重要的纪念物。后来罗马人禁止犹太人阁一届进入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四散全世界，因无法度通倒转去。直到1948年，1948年因嘛无法度通自由倒转去，是1967年6日战争了后，犹太人大批进入耶路撒冷。如果你今日若去罗马观光游览的时阵，伫即个竞技场边即个提多将军的凯旋门吼，请你一定去看中间一个雕刻，就是因咧纪念提多伫迄个所在。对圣殿内底，甲迄个金灯台吼，金的灯台，甲一寡因咧敬拜上帝这宝贝的物件搬转去罗马的一个雕刻伫这凯旋门馆顶。所以咱会看去耶路撒冷随上久的耶路撒冷变足多咧。伫以后十字军东征几摆控制耶路撒冷然后就搁去这回教徒抢去，然后1917年到1948年这。以色列通复国嘛是一个神业，伫上帝真奇妙历史的安排下面，无人想到2000年以后，以色列有法度通成做一个国家。1948到1967耶路撒冷这个所在，互约旦甲以色列来分，后来发生6日战争了后，这犹太人搁一届搬入去耶路撒冷。真侪人因的心内，犹太人大概2000年来讲，望明年咱会通伫耶路撒冷见面。迄是因的神圣的所在。总是这敢是咱咧讲，启示了讲，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是毋是咱大家搁伫耶路撒冷搁一届起新的圣殿嘛？我想毋是安尼。今日甲咱讲的新的耶路撒冷，毋是迄个有形的建筑物。咱知影这犹太人留恋耶路撒冷，留恋旧的圣殿。巴勒斯坦人回教徒对耶路撒冷有一个真特别的感情。总是耶稣甲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讲从今仔日开始，为这个时阵开始，恁敬拜毋是伫圣殿，毋是伫迄个所在。咱知影这个妇人人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为着要甲犹太人有所分别，因伫基立心山底下家己做圣殿，讲我嘛是咧敬拜耶和华。所以这正统的犹太人甲因笑讲，敬拜一定爱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敬拜上帝较有效。耶稣甲这个妇人人讲：“妇人人你着信我，时要到
到即个时阵，你要敬拜上帝，毋免伫倒一个山，嘛毋免伫耶路撒冷。今仔日为第一拜以马内利耶稣基督再临，敬拜上重要就是心灵甲诚实的敬拜。时到现今就是啊！你今仔日拄着基督，拄着弥赛亚，你要敬拜上帝，毋免特别走去到耶路撒冷，毋免去到基利心山。你今日伫你的厝，通过耶稣基督，你用你的心灵就会通敬拜伊。今日咱要敬拜上帝，毋是讲你今日礼拜日一定要来到南门教会敬拜才算敬拜。咱逐工的生活伫咱的职场，伫咱的家庭，用咱的心灵甲诚实，随时咱拢是咧敬拜上帝。旧约时代检彩，真注重这外表啊，圣殿啊，圣地啊，迄个真重要的所在仪式。总是伫主耶稣基督诞生了后，不在乎场所，在乎心灵甲咱心内对上帝诚实。新的时代已经来，所以耶稣甲妇人讲，上帝是一个灵啦吼，是无形无状的。咱的圣殿敢会通容纳上帝？上帝伫逐个所在敬拜伊的人，就用咱的心灵甲咱的诚实来敬拜伊。有啲人听无讲真有清楚，伊讲我知影无一定啊弥赛亚到的时阵，阮就要通清楚要安怎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无需要这仪式，无需要这祭司。耶稣甲伊讲，我即摆咧个讲话，就是他宣布讲新的时代已经来到，以马内利。耶稣来到，互咱甲上帝中间无隔离，随时逐个所在拢会通敬拜。上帝甲咱三合一的，所以人要叫伊的名叫以马内利。伊今仔日已经来到，总是看咱活伫这耶稣第二摆再临，第一遍已经来到，第二遍也未，耶稣的再临要完全的掌权，迄个上帝国荣光，咱也活伫这中间。实际上，咱嘛感受到，咱也活伫撒旦的控制内底。迄个我爱，我无能力去做；迄个我知影唔好的，上帝无爱，我可无法度通禁止家己完全无去做。咱看去世间所充满的。你若报纸显开，好的报道真少，拢是遐罪恶、遐互咱艰苦心的代志。咱咧活伫罪恶问题满满的旧个世界。所以刚看到一个英国这个天才物理家霍金伊预言啦吼，伊讲2017年，伊迄个时阵伊就预言讲，过几百年后人可能会灭绝。当然，这个时间毋是伊咧决定啦，嘛，伊是预言安尼啦，是上帝咧决定。毋过到今仔日有时，咱会感觉真正若是有人失去理智，人类自我毁灭是片刻之间的代志。伊有4个预言吼，真趣味。伊第一个讲，这个地球要变做火球了吼。这咱最近嘛有感受到吼，温室效应会变做火球。第二项，我感觉伊的预言嘛非常的准，虽然已经超7年前。伊讲 AI 吼 will be either the best or the worst thing。AI 到底对人类带来是好也歹？咱即马好像很难去判断。我觉得咱观顶收到足侪只影片，真侪 AI 做甲。这个互你分袂出真诶旧诶，到底伊安尼深度的学习到一个程度，人诶脑无法度赢过这个电脑AI 的运算，这将来到底对人是好还是歹？这个咱实际上怀着很大的疑问。咱知影霍金是一个无神论者吼，伊相信有外星人啦吼，伊讲毋茫外星人迄更高文明的存在，袂较早去找着咱吼。最后伊讲。人的头脑会通存在伫人的肉体以外。我主要是咧讲第一项甲第二项，伫咱即马随上已经感受到。彼得后书3章第10节现代台语译本吼，你咧读即个圣经的时阵，你讲，毋过主的日
会忽然间临到，伫你想袂到的时阵，亲像贼忽然间临到。伫迄日，遮的天，咱即马看见物质的世界，伫大的响声的中间会消灭，天体会互火烧扬去。啊，咱即马马上收到个核子原子弹，1945年。迄个时阵到即阵，佫已经要将近100年，咱即摆人类对武器的发展，真正迄个忽然间啦，讲大家用核武器来互相威胁。即两天听讲拜登要甲乌克兰当时所搞出来遐核子武器，佫送转去互乌克兰，啊，互伊去会通去到苏联。苏联、北韩，因拢用这来互相来威胁对方。天体会互火烧扬去，这不是天方夜谭。不过听候上帝所应允新的天、新的地，是不是有一天上帝审判临到的时阵是这个样子？上帝公义永远徛在。所以我最近对伫传道书3章10到11节有真深的感受。咱的人生的中间，你拄着足侪试炼，足侪这艰难艰苦心，也是这个世界所咧拄着。上帝互咱伫这个处境内底，伫遐来锻炼咱的信心啦。虽然咱无了解，伊对头到尾作为，伊所做成，咱无通测度。为什么是我着癌？为什么是我拄着这个代志？为什么会发生迄个代志？咱无人测度，总是因为世间以及咱每一人人生的过程，互咱一个真大愿望，就是敢无永恒啦。实际上，我就无久以前嘛甲咱少年团给讲，老实讲，用物质、用肉体性命来讲，我们前面生命的道路会越来越难走。咱会失去这个功能，咱会失去这个功能，破病等等遮的。所以咱心内都一直咧期待讲有迄个永远，有迄个完全，无够有死实，无够哀伤嚎叫痛痛。上帝互咱伫咱人生所经历，互咱看见世界所咧发生的一切，敢若是互咱一个动力，互咱去渴望。若无永远的活命，若无新的天、新的地，我的人生迄个意义显现不出来。我敢若拢为着别人咧活，我敢若然后就孤单的就刷起来了。我们会渴望永恒跟完全。第一摆再临，上帝为着咱的永远铺路。第一届以马内利一来，就是互咱有一条路，通好进入到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约翰第1章就讲，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伊是创造时间想使咱活命，创造这个时间空间的主宰。世间对伊来创造，总是第一摆来的时阵，世间人唔捌伊，到家己的所在人无接纳伊。总是如果你若把握着伊第一摆在临以马内利的时阵，接纳伊，相信伊为着我的罪已经付出代价，互我甲上帝和好。我相信这个恩典的时，伊就要赏赐咱进入伫新的天、新的地、新的耶路撒冷，做上帝囝儿迄个名分。这就是咱将末的以马内利。这嘛是为什么他说圣歌对吟讲，请来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已经来，总是还有第二摆的再临。上帝会幕要伫人的中间，伊要甲咱三个徛起，是上帝要掌权，不是川普要掌权，不是普丁要掌权，不是任何一个国王咧控制这一切。伊本身要做咱的上帝，咱要做伊的百姓，都无够罪恶，无够苦难，无够死亡。这个新的世界是不是互咱感觉非常的新鲜？非常的新鲜。
顶礼拜前几天有机会甲去看一个朋友，感觉真毋甘伫病痛的中间，面对障目伫肉体各方面的痛痛，会互咱感觉，如果生命是安尼，咱信上帝是要创什么货？今咱的圣经讲，伊是起头、阿尔法甲欧米伽，是起头是煞尾。主耶稣就是嚟讲我使命必了，上帝你找我来世间救赎的计划，这代志已经完成啊！所以咱顶礼拜咧讲十字架，就是咱得到丰盛、永远活命、稳定的记号。伊是现在伫咧将来，也永远伫咧上帝。所以庆祝圣诞上主要就是感谢伊第一摆的再临，为着我铺一条路，听我进入到永恒。为着我的将末做这个准备，所以咱看见这个世界也阁是足大的问题。咱看见温室效应，看见战争，咱看见水上钓岩，毋是真稀罕的代志。这个统计讲，10步一世人，大概一半无到一半的机会，女性嘛是有38%。咱有时咱嘛会惊讲，有一天我会失去袂定着亲人，这个代志拢伫咱生命中咧发生。咱咧期待迄个无够哀伤痛苦的，看咱的亲人朋友，伫即个渐渐咧败坏肉体布边，伫遐咧承受临终的痛苦的时，哥林多后书5章讲，咱真正直接咧拖磨吐气，望会通得到上帝的圣信伫我的心内。互我真笃定讲，将来我就是要伫上帝国度、伫永远的国度、伫新的世界。咱是对信心，毋是对所看见。所看见你会失望，所看见你会感觉这个世间真正是苦难。耶稣讲，总是我已经赢过世间，已经为着咱的总末去备办，伊要甲咱切去拢总的目屎，互咱进入。伫迄个永远新的天、新的地、新的世界，咱就用这来鼓励咱的信心，强调伫上帝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互咱即种救赎的机会十字架，互咱会通到伫迄个将末。咱用即个圣经做咱今日经句，咱做来读。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要甲因的目睭拭去拢总的目屎，无要阁有死实，也无要阁有哀伤、嗷叫、痛痛。前的代志已经过去，坐伫座位的讲，我换新万物。启示录21章，望咱领受到。有一天，咱伫新的世界，大家三拄，咱做来祈祷。以马内利，请你赶紧来，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用回应诗，圣诗175首。新的地，新的天，来回应咱今仔日所领受的信息。会众请起立。
坐，这是咱要奉献，请红衣执事甲嘉宏执事来书献。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欢迎大家做伙来礼拜。今仔日就是大港节第一主日，咱点到第一期代表期待5万的蜡烛。今仔日原本是安排苏进财牧师来代表圣经公会来证道。因为伊有代志，所以改伫12月15，请原谅。咱礼拜后请留落来，大家享受爱餐。第2点，小会公告等的，请中央长老来报告。第3，信用座谈会，因为咱12月29有圣礼典，今仔日张牧师伫6楼。有举办一场座谈会，欢迎大家来参加。第4点，大港节期的灵修默想，伫顶礼拜日已经开始，欢迎大家来参与伫即个活动。第5点，圣诞节的庆祝会，咱伫12月21拜6。下晡4点开始庆祝会，6点开始圣诞爱宴。报名费100块，若是团体报名，伫12月7日截止吼。若是线顶报名的，请找黄干事缴钱，12月15截止。第6点，咱教会有准备明年度的福音6日吼，要互咱兄姐。咱礼拜后家己去招待道摕一个家庭1份。第7，圣诞歌，圣诞歌起价啊吼，即马一袋22块，开始会用登记到下礼拜日12月7日。第8点，中执会，咱后礼拜日要爱餐了后要举行中执会，请同工备办心。第9，财务组，若兄姐有对外奉献，请伫12月15进前完成。
那对内奉献，请伫12月22进前爱完成吼。遗体关怀，请代祷义芬老师的妈妈蔡幸惠女士吼，伊伫11月24安息主怀，永年91岁。个别礼拜伫12月初7拜六上午9点伫第2殡仪馆至今3厅举行，请大家为着遗族代祷，愿上帝安慰夫妻。团契消息，上年团契北中上年部伫即礼拜5 12月初6上午9点伫马街病院9楼有举办感恩礼拜甲会员大会，请有报名的人会记得去参加。即是请学长老。大家平安。首先要代表社会甲各位说多谢吼。伫顶礼拜，咱即个聘务监选已经有顺利通过。咱照长老教的法规，咱来公告2礼拜吼，所以顶礼拜的周报甲即礼拜周报拢有公告。公告了，过来就是甲即个正式的即个公文送去台北中会，详细通知即个咱已经受选的即个杜牧师吼。杜牧师伊伫有真侪人关心吼，我小可报告一下，杜牧师伫嘉义中会古南教会任期是到明年的7月31，所以明年吼2025年，咱即个张三信牧师伊的任期是到明年的2月14吼，满70岁就要退休吼，所以有5、6个月时间，台北中会照进前共款吼，伊会派小会议长。来主持咱的小会甲董事会，甲教会运作拢照常安尼吼。搁一摆安尼甲大家报告，大家真关心即个监选吼，即个顶礼拜真顺利吼。即摆咱长老教会即个手续迄个法规足侪啦吼，咱就知影搁有2/3就爱搁。公告2礼拜，就爱去公文安啦吼，所以咱拢照法规咧行吼，有真顺利，搁一摆甲大家多谢，以上报告。毋知我欢迎今日来到遐，来可能大家毋捌看过水婆教授的公主吼 Jeff， 今日倒来咱中间欢迎伊来甲咱 Jeff 哈。我特别你的朋友带来，需要我介绍的无？若无我提起一项，12月拜5吼，拜5上帝要去马街吼，有会，总会妇女团契，咱有拜托黄聪仁医师，他要讲骨质疏松的问题吼。如果你有兴趣，无一定是妇女团契，拜5 9点半吼，9点半伊要讲骨质疏松，我想较侪会人。如果你有兴趣，迄天会通来听黄医师的演讲吼。以上，平安乐。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省掉平安礼了，好不好？安尼，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圣诗398首，会众请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一个对这祈祷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麦倒避讳。